天意的伤，天意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行的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将你走去的路，阮眼风给记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你俩还唔睡呢？太子啊，你还有心情去洗澡？根本一点都清无汗诶，你还唔对哦？你都个上马街啊哈？我对上马有买重要嘅喏，阿妹已經講了呀。迄個我有其他嘅想法哦，我應該要出去，讓我開意見啦。太子啊，阿妹哦一天唔會按你講法嘅，你哦一天睇唔出誒。就算我睇唔出嚟咩，我聽你啦，我先睡了哦，哈。哎呦，太子！有咩事情哦，請會再個講啦。哎呦，太子啊！哎呦，太子啊！到的嘞。阿妹，来试下好诶，哪位老唔做不出？阿妹同你讲，这期哦，安尼较无限啦，安尼天数再去去掉好吗？
怪呢。阿人讲哦，以前打电话吼，门口也请人多人用万人吼，阿爹，爹。哎，有想到阿爸来忙啊？冇啊，阿弗嚟叫我人講啊，而睇到出門咧，原來複雜四歲，而家天花冇佢見，打唔到。結果我阿爸倒來你變賣貴下，結補查師就說呢，還來貴錯，所以全部做一隻。我都想啊，你係咪會故意嘅啊？故意？你慢講。已經係錯俾頭啲講啊，睇錯啊，對對馬記，連馬保件嘅事件啊，對對馬記咧，我都想，你係咪用我嘅事件嚟報復佢啊？唔會吧？阿爸嚟用咩？佢連喺度都咁樣衰呢？應該我冇講義嘛。有問題咧，阿苗喺做事情用阿實。啊，sorry啦，嚟講到以前睇上要財寶啦，好啊，謝你啊。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啊，家啲得，家啲，什麼啊，什麼？家啲啦，唔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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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唔會，唔會，好好好好好好，我跟你講下，好好好好好。新人都搞大了，阿妹千萬莫出事情啦，啊！因為我發生樣的事情啦，哈。阿發也神叫嗬，根本都不按傳統快看啦，哈。也好神啊，因為我按嚟做咯。錯嘅派唔上哦，傳統唔是可以啦，睇鬼出去搞啦。曹哥啊，你下發現也冇用啊，我想辦法解決啦。當然啦，你有乜個辦法吧？哈？你都拿菜單本來啦，喺家去檢查，看佢製作乜嘅、燒乜嘅，人嚟講，你菜單哦，我重新寫過啦。新菜單，新人我有問題啊。曹哥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保證幫新人滿意啦。来，看到你哈，你的手一下冇力啦，或者哈，你一下做得用到个手哈，还有一个跳啊，不用看跳绳的嘞，哎，安尼你就慢慢来，哎，你得一个哈跳一个一样哎，安尼慢慢来，哎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你慢慢就直接跳哎，看嘛，是看啦，咁厲害呢，阿奇團哈，跳前嘅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嘿，嘿，月亮，你看，你學會啦呢。對啊，不過你建議哦，做唔到練高條的哦。你看啊，那個樹啊，就會練高條的變到肌腱炎啦，一兩張尿就冇法吐出嚟呢，都一下還會痛哦。會生你條嘅哦。從來干擾，哪萬字？哦，強用啦。我想哦，雖然想法冇強量啦，總係有機會啊。最尾哦，我相信一定做得改革咧。我對你哪萬字吼，切對有信心嘅。哦，對你有信心。來，慢慢來，跳前吼，哎，跳前。抽嘞，你看，安尼就一講啦。哪个事呢？哦，你收白工的事情，我想過了呀。我隔天我去那邊嘅傳堂做事啦。可你清楚啊？嗯？
干就去啊！你就答应了？干就靠你按清楚嘞，干就赢理想，俺无本事做得啊。还有嘛事嘛？无啊。但你无闲啊？对今明日开始啊，弥漫的事情你就不是差别。俺们希望啦，寻到真理想的传统啦，啊。阿妹，你用做的大兵太子去配上个传堂做事啦。我做嘛做唔来答应咯。哎呦，佢迄密码留给师傅呢。我落去啊，我还要做。哎呦，去搞个传堂唔做，你老配上用天数，那用按有个事情啦。俺以前没讲过咩？生意全部太的，啊太的太食就一个想法，啊既然赢太子已经天嘞，就不入去啊。哎呦，阿妹，太子哦，一天去压啦，佢哦唔系正经去离开密码留嘅。啊就算你压啦，啊佢就甲讲出来话要负责啦。啊，毋过假如高薪唔免按结婚的人啊，佢决定上请求当做结婚的。俺要尊重人的意思啊，怎么？当然俺要同伊138做起来，做得到赢人，要做唔到就赢死。坦白唔重要，唔是假先呢，俺要结婚要答应。哎呦，阿妹，你真唔可以离开密码留咧。你也唔爱，过几年就冇一天。真唔可以咧，要不一次同意强下哈。好啦，要吃饭吼，等下要开店的哈。好好，你个准备哦哈。好。阿珍姐啊，俺妹没得压吼。还讲哦，阿妈是老家啦，了解上会真紧的呢。哎呦，用要安尼啊？没有讲好嘞哦，吼，起码是讲法无算法。我通想啦，家啦虽然冇道理做事，不过还有慢讲吼，袂系一年米慢你会冇呀。当日袂准得睡，还看哦，莫想很多啦，家家实实数数的，差不多会快点的呢。来，比照。阿姨啦，一擺啊，好彩啊，希望你做一個狀哦，唔能用怕的啦。係啊，跟日本轉落嚟太師傅哦，真係是冇巴講，功夫安用100。係啦，你真係不管好多動多東西呢。係啊，太師傅哦，真係弄了不起啊！一早有辦公之後，喺度見太師傅一面。好好好，哎，先冇阿姨。来，阿發有個神橋，踢唔中央噶啦，我今日開除伊。超哥啊，唔好再靠你本機擺機飛。背機飛啊，背機飛對不起大家啊！這樣做事的方法噃，做乜乜出事情啊？我那邊明白都按好運呢，一好彩按飲食呢，我今日開除伊。阿燕，一個其他人先吼，唔來處理，一個也好。好。哎，朋友哦，這種火茶嗰幾條火吼，我攏個潛到咗啦，點啊？哦，好啦，聽講日後我做去請阿發。得啦，聽日再飲酒。哎。
你今天有冇做你嘅运动呢？哈？娘啊，你是可能爱做嘛呢？你这边就唔会想讲你嘅身材会变态了哦，像安尼变咯，安尼哦。太子啊，嘛该时节嘞，你都会讲笑。阿妈嘅时间，就睡某个时间呗。太子啊，你真无良心诶！你就安尼，无爱暗暝，无爱弥漫了，无爱太高哈。那哪有啦？冇，你发誓啊，发誓啊，啊！你哟，好啦好啦，老你讲啦。一开始我听到阿妹安尼讲，我承认啊，我有些些是懵。不过后来，我又详细想过了呀，我知道阿妹讲嘅冇唔错。你咩啲啊？我对做客家菜一直有热情。我希望做得开发出更加多嘅客家菜。不过，阿妹对我嘅想法，佢冇辦法接受啊。係講我還係流動彌漫了，我已經冇辦法進步嘅咩？錯冇？太子啊，你講安都還唔係強樣啊？你哦，拄嘅壓就會拄嘅壓，那因為個一開始後來嘅。你算了啦，我老你講。太子啊，安尼你要去哪穿條路啊哈？那邊就穿啊。那下到明路上，我有看到有幾件都嘅穿人呢。你哋我超有興趣嘅係哪件嘛？哪一件哦？我冇興趣啊。你上班唔係偏愛去考察幾件？御花園啊，你還記得嗎？記得沒那個青年哦。太子啊，你哦，去甲附下開船堂唔聽書做，迄落配啥人聽書？你就會彌漫了個叛徒啊，大叛徒！做乜咁香啊？阿哥，來嘞。哎，也等下來應徵廚房處理嘅資料啦。哦，好啦，好，來看來看。香香。哇，等陣。跟我講吼，自從來過後啊，我喺傳達我一年比一年好好啦，也係玩好功夫哦，嚇，也講咯。冇啦，你曹哥看到起眼啦。要按誰？要按羅生。平常點講？人功夫唔好，我都會用咯，錯冇？係啦。我係成年人咯，嚇，培正成年人可能唔會做啊。謝謝啊！一個細妹嗬，睇彌漫了做過啊！彌漫了嗬，雖然佢寫傳堂，他自己做出土地客家菜，睇下有冇清出名咧？你有聽過冇？有啦。我都講講啊嗬，一細妹人嗬，我哋一眼睇人嘅傳堂哦，到底唔係我識苦冇，按情況喺度做下落去冇，卡文都冇咧。反正你喺做主啊，好，你長期喺附近都看，有埋年紀嘅先生，好。好，阿兩個女啊。好。
太极迄奶啊，永远无看到去啊。这阵敢若有间传堂打电话本去，讲要面试咩？面试？我太早做忙咯，英语功能呀。哎呦，阿妹用安尼啦，哦。哪样的啦？你居然会本太极去面试哦？我要同人讲过，人太极有一家集体咩？因为太极家就想唔开啦，奇怪呢。哎呦，迄讲哦，太极正经出去做事哦，你武卡做个天数给人就需要一只啦。原来你是想讲做事啊？唔好吓人呢。你讲二姨哦，做行阿妹唔敢问伊。阿妹，我迄讲正经的啦。唔会啦，人数无人也要吓人啦，要抢人来啦。哦，阿妹，安尼懂奇怪呢？日本太极去配山人嘅传堂做事，啊，自家去请配山人来，你武卡天数。哎呦，哪有人有给脱离啦？嘛该脱离咯，下面慢了啊，莫按照规矩同脱离啦，哎。哎呦，自家要讲莫按照规矩嘅人，就千唔可以讲脱离啦。许小姐，你喺牙搞药就好了呀。你上摆有见过面咩？我记得啦。啊，今年哦，正月什么年呢？不是啦，你不卡很美满了啊。因为想到不了去做事嘞。我想，我也很扣上咩，做得多看多好掉的啊。上摆了一片示范的时间，我就发现到，一位嘅人客还有经营的方式，老米慢了完全冇同样呢。我想，我就想来一片试看啊。哎，你冇漏到我係來一片做失敗嘅哦。迄个安样啊，我就唔会老人面谈嘞。你讲咩吼？唔过什么年啦，做对本眼遐个机会。迄讲，你哋慢慢来会资历哦，啊，做得算係太粗嘞。来了会做事啊，会从头开始呢。更好谈的，就会太粗时的助理啦。讲唔好谈的，就会做杂事。安样对你哦，挺无公平啊。唔会啊，我来亚之前哦就有想过嘞，我想要从头开始。我唔会惊辛苦嘅啊，迄讲我冇一位嘅经验哦，我天冇办法真正嘅成长嘅。韩哥，我一次哦想要老年后用来做客家菜啊。我冇乜嘅做得搞嘢啊。我上摆了一片示范嘅时间，看到你自家出钱请个两姐示范哦，我就记得，我做得好多动作，等下去料理听听。志强哦，我还要帮你什么了？我做来嘞。太极啊，太极！妞啊，有闲到吗？哎呦，无要紧啦，记着无生意哦，迄记着嘅损失啦。伊嘅水暗好，你哦，迄老配上嘅师傅天数哦，挺浪费嘞。你喊迄豪华种弥漫了嘅师傅就好嘞啊，哈。我以下迄老没讲哦，哈。你老阿妹讲嘛？不你种来天数啊。用啊，哈。我冇本人先的，你当放心哈。张某嘞，我係同你艰苦誒。张为天数同意想办法啦。唔是啦，我
我无艰苦。无艰苦。因为啊天公爷哦，就会到御花园传堂去做太初府属啊。哦，有钱的。安欢喜哦。系啊。阿妹。系啦，你哦，每同阿妹上课呢。哦，你安欢喜，唔惊阿妹要艰苦哦。真。嘛个事情也要艰苦呢。阿妹。无啦，我就天公爷我就做得去御花园传堂上班了呀。先到哈。恭喜你啊！阿妹啊。阿妹啊，哪来啦？今日咧传堂啊，我认真做，就将地不卡弥漫的空样，按大表按认真。我本年还有弥漫的冇面子嘅啊！我相信做得多了。万古生生，得铁树根，万年娘多，世寿娘多。可不跟我就唔記得了呢。從細阿妹就講唔明，頭前司機一簡單，人就記得的。係啊。係啊。一公爸爸，細妹煮茶，阿哥吊燈，人下食茶。萬古生生，得鐵樹根，萬年娘多，世壽娘多。擦擦擦。阿妹喊水，稍早没上班呢。系啊。阿珍啊，你老爱讲吼，我系唔系做唔出嚟啊？其實吼，人生本來是情到事情，冇法度從頭來過啊。就像阿曼姐講誒，結婚做咧，就會負責啦。姑嫂，那既然結婚咧，那就會自家對自家負責咯。不過，你本來是想為我陪春湯看看的啊，啲下機會率咧，會慢下病體啦。
我讲你哦，莫上听到啦，下太担要去做啊。阿珍啊，你最近冇看我了呢？你这样留个时间哦，可以一点个用哎。伊只讲歹势啊，歹势啊。不过以后冇看我了哦，以后可以来当有信心。你还得讲我的啊？我落到密码了以后，我是老师甲讲哦，面对新的身份，我一听哦，就是较有勇气，还有自信。我希望你哦，袂做对为着世界，人爱强荣，三项达标啊！安尼讲起来，你就会强下加油了。好。哦，太子啊，你做第一配餐，应该全堂做些就按欢喜哦哈。好啦，来做个擂茶。哇，试看咧。动向诶！来，你哦，来干杯！哈？为嘛个啊？希望太子哦，去御花园做事哦，做得顺利。看嘛个，会老人讲哦，你哦还是弥漫了个叛徒。不过因为你是爱太子，故说我希望你新个条路做得顺顺利利。好啊，家己问人起来。你要祝福哈，干了新的条路走得顺顺利利。什么太家？什么太家嘅支持？我冇讲我支持你啊。好啊，安尼我就讲什么你嘅体谅好吗？来。有进步。加油！本日人会强下做事，毋伫迄正确的决定，才会20从。你干嘛了？他脚头酸，第一上班，莫知道用他什么？那就当工了呀，平平，强下设计啊。干这个从他多的喂，按册啊是无你去做太师傅的啊，附属啊。
你太早上班啊，事务较辛苦呢，不必对付考，按轻松。对啦。阿妹啊，迄讲店里都有事情哦，你去打电话回来哦，哈。娘啊，要上阿妹啊。好生奶。来贴做嘞。意思。哦，歹势啦，我不应该乱听同嘅啊。哎呀，我迄。哎，来，咱人介绍啊。遐是医厨小陈，三厨药主阿义，遐是新来的处理气加油小姐。大家好。哎，你好，本人干英阿条。你海把有乜嘅问题嘅吧吼，唔做深记阿条，唔做深爱。喺菜方面唔做深记，要做乜嘅事情嘅吧做深记。喺煮菜方面嘅吧做深师傅，唔做深爱。安尼，我就做就开始了哈。好，开始。好。哎呦，哦，做嘛个喏？一做八做就太忙去喏。含起你，你怪我啊？含起你本太子去配上个传堂做事。你真烦呢，专门讲那事情，我讲你太闲的啦。你作当出来啦，啊，整天做下地天数，我来市场谈什么？讨厌！哎呦！好，看见个道路案吼，迄要上咧做厨房个事啊？系啊。你都先来去处理的嘛？系啦，我去加油。哦，哎，好好做下，迄唔样辛苦吼，哎，慢慢人会有前途的啦。哎，曹哥啊！哎，阿姨。哎呀，还问见讲，睇印尼银行的经理啦。啊，经理你好。你好。曹哥啊，你系新来的助理啊？系啦，都介绍好的啦。大老板好好提下个太主厨啊哈！伊不但功夫好，完全都天才熟的功夫啦。你睇伊吼有前途的啦。有啲啊。唔使忙，我的事情我同阿英讲。是的。哎，阿英。
你有听过迄搭罗小肥那个食评家吗？有啊，来谈讲啊。听讲伊有写起美食的书，也有做美食的节目。拢有嘛关系啊？也关系清太啊！听我最近吼，看一个节目啦，听苗栗地区吼，选出一间具有代表客家美食的传堂。我哋一传堂吼，其中一间啦，也有免费宣传的效果呢。我拢讲吼，假使比些多吼，对我哋生意有清太帮助啦。曹哥啊，冇安用啦。去餐饮哦，万个时节来传堂试看看的哦，伊老会讲，我先准备一下哈。也那有用，我味道呢，所以都弄见的嘛。也个人吼，行事风格吼特别乖啦。伊本来吼唔好同讲的啦，安尼表示公平啦。伊那真正是到吼，当时出的菜系嘛个。遐安用啊。弥漫风哟！哎呦，你点给材料全部就到了哟。慢用啊。几十年下，正经都奇怪，一三年点按道菜。人方言点道菜，跟人下个字有点奇怪呢。其实一三年天天呢，哎呦用死的睇。你错吼，点按道菜，还浪费掉个啦，吼。浪费哦，咪系人下嘅豉油。唔似我ăn饭呢吼。阿妹，啊？迄个哦，按你户口，但年就来抢按你嘅银行。一年来13年，哇！妹，你看，安尼你就做你穿太钱的呢。你说的真好，迄按样穿钱，俺们冇放弃。人做东西本人识，佮菜吃到好食，本人人袂讲啊，食了当中医食，就当享受啊，错嘛？呀。看见，哦，以后真嘅事都当享受呢。表示佢终于食呢菜，食起来真做得了哈。师傅啊，若讲会晓着去寻罗小平的相片嘛？早等伊若副副长讲吼，假使讲伊看到佢来传堂说班吼，做个通知下电话，下着做个关卡做准备啊。敢有了大事哟？当然有啊！假设罗小平最近喺日家节目上介绍哦，会咧传堂啊。唔可想看啊，今日就有节目嘅粉丝吼，我本传堂带落去睇理顺。谈起来啊，懵懵的哦。当然懵懵的啊！唔准唔伫吼，叫你罗小平，又去放的唔对嘛？今日只要比介绍过嘅传堂哦，无一间无穿钱的啦。古早讲吼，去搭建传堂嘅人困到去啊，做来当做神强样来摆呢。讲起啊，一时会流行啦。就算迄流行咩无关系啊，会能好好利用佢吼，只要佢肯保护因的传堂啊，会都一定传太上。我迄次的，你就用平常心就好了呀。既然佢係一個美食評論家，佢一定識得到大家嘅用心還有認真嘛。用心但認真，又唔咩嚴律師啊，有面還說得出來哦。唔係真無相信嘅講法咧。迄家有小姐，你喺天使觀眾度係冇？怎會先一套啊？我本來就安尼想呢，我想做美食嘅人哦，應該要有一個認真嘅心，
世间人哦，一定敢做会到的啊。云山流水何处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阳，初恋未爱你。长夜抚琴也渐起，如是故人须扬起。青残下畔爬高发，你的笑声无言又抚平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，山歌一曲能唱多少年，能多